好来，乡亲啊，又有韩车拼盘演唱会要到台湾来举办，这个个包括着南韩超人气的团体 XO 的队长苏浩，讲这个专区的票价拢只要150块，这是破盘价，歌迷准备要抢票。 不管出道几年，看起来嘛是囡仔面，温柔声音，互迷众听甲心花开。XO 队长苏浩，去年1月才来台湾开唱，今年2月又搁一摆来报道。头一摆来台湾的 Korea Spotlight 韩星拼盘演唱会2月26会伫咧新庄上场，主办单位宣布就是苏浩。消息一日出来，迷众拢紧张甲希望抢到票。 毕竟苏浩所属团体 XO 伫咧当年唱歌抓袂调，常常和防弹少年团同齐拼年度盛典的奖。真一阵啊 ，XO 当回归对迷众来讲，就亲像王者登来，嘛期待来台湾的 solo 演出，敢会是替团队开唱拍头阵。除了歌星，票价嘛，互大家看甲目睭金。1楼是徛的所在，2楼是座位，两个区域小价将近1000个座位，票价拢敢若新台币150。 事实上，这一场演出由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和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于2017年开始举办，多年以来以推动 K-pop 为目的，凡说是经费要交流，才会甲票价卖甲真俗。那苏浩飞人女团 Say My Name， 韩国独立乐团开机组 Neo， 实力派查某歌手 Milena， 嘛拢会参加这一边的演出。抢票大战，定着正甲真烈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